由市府經發局商圈專案輔導經費來辦理。今年總共核定有27個商圈計劃，將陸續舉辦多場的行銷活動。日前透過活動宣傳記者會，頭一場12月6號、7號，將要佇個永康大東橋商圈來舉辦2025台南耶誕城的活動，結合市立圖書館新總館的聖誕點燈，要點燃12月聖誕的氛圍。為了扶持商圈永續發展，市政府持續投入商圈的一個資源，辦理特色主題行銷活動。那今年會接續辦理超過28場次的行銷活動。那希望借由主題節慶活動帶動人潮，提升商圈能見度，帶動商圈。在12月6號跟7號呢，在南勢土，其實我們結合南勢土有那個聖誕點燈的活動。那其實我們當天除了有質感的那個文創市集，那我們當天其實還有包括那個小朋友小老闆的彎腰市集，然後另外還有包括樹下的那個聖誕約定的小市集哦。那包括文創啦，還有包括我們的一些教育跟手作 DIY， 其實都會融入在我們活動當中。接煞12月14，將要佇南區的鹽埕出場所，以着台灣第一鹽為主題，鹽埕千燈節點燈的暗會，邀請民眾行入去鹽埕，以着環保題材打造的金燈塔，象徵鹽埕文化的永續精神，感受鹽的故鄉甲日光的溫度。我們在12月14，我們有為了讓各位體驗古代鹽業的日治時代鹽業的一個發展哈，所以我們這一次主燈的造型，我們做了一個金字塔樣子的主燈哦。那主燈金字塔可以保存裡面所有的東西，讓它永久，所以我們把燈籠的部分，我們會寫上鹽埕在地的店家，哦，讓我們的鹽埕的店家也能永續的經營下去。那我們現場也有鹽的體驗區，哦，可以挑鹽啊。然後我們現場有魔術表演，然後有一些兒童親子的活動，歡迎大家12月14一起來參與。離亞洲還有12月22日，海岸商圈的糖果森林海岸聖誕的活動，有伴演的技術引領大家佇個會場來遊行，並且發送糖啊。現場嘛將會有一隻海岸商圈納米罐的聖誕版的海老闆吉祥物來陪伴大家，感受歡樂的聖誕氣氛。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